下来继续来看中华县的警方日前来判一件大村乡的白骨命案，让失踪16年的被害人会当洗清冤屈。警方继续来加油，来追查到辖区内失踪的人口，透过 DNA 的比对，搁来找到一个失踪20年、早就互宣告死亡的太太。这个太太虽然精神的状况无稳定，但是还会认的查囝，这查囝是欢喜甲目屎流。 警察带查某人的查某囝来和伊团圆，测见两个庆祝。侦查队员展现流程，替母仔囝两个人唱生日快乐歌。 查某人的精神状态无稳定，89年为厝内行到碰见都无消息。反映嘛，伫咧93年宣告伊死去，想不到查某人的查某囝竟然一个进前接到警察敲电话来，讲碰见20年的妈妈找到啊！都足欢喜啊！而且我感觉伊个会记得我，心里一直认为他活着，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。中华警察进前抓到大川乡白骨命案了后，继续追踪辖区内失踪人口，透过 DNA 比对，佮找到失踪20年的查某人。 就惊呼啊，她就是我失踪20年的母亲啊！母女两人哦就相拥而泣。查某囝讲，这么多年来，虽然想要找妈妈，不过无钱，即摆母仔囝团圆，妈妈安全倒转来，嘛总算会放心啊。